上个炮几只鸡了喂，看下家不得了家，没有不逃，没记了哎，哎，鸡票会没记啦，好闹钱哦，我家。这里没大排好不？啊？这里没大排好了。我比家里去家会没位。我都这个过下来。哎。啊，这个没错路呗。这下就到石路弄上了。没家没什么。没，就几口在这对面买。好嘞。上小的这家人扒过来。冇把晒就咪泡。对。好。唔泡。我这几把年去咯。嗯。那他们修。那条。啊，这鸡咯。嗯。啊，这鸡了哩。哎。可。这点还没没。可我还热的。我操！这个家对家的讲。也要得得下来，这里，是什么干的没吃的？你过来得了，他拉下我拿去。你看。我包啥子去？我在屋头啥不来？我头别回来了。呀。啊？我没你那可以开了。好了。我对了，那个对了。我包，我那啥咋个带考就还是吧？我那没包啥咋个带考的？这个去这个大学的，还有去这些。我们那村路这些过了，这么拉老开吧？我我也个带考一下，那没啥就路啊不啊路不被那天不得黑的嘞。这样。哎。还就那不走了，我来看没你啥子个。亏了估这个。啊，没包的。我原来我做到了我的贵。你们过来嘞？啊？哎呀，什么？那个来跌落去。我你们下来还没把来叫啥东西哦？对。这个对土不你土不来了。给他们拿去喂。哦。看见没嘞？啊，对起跌了么去？哎。对起跌了么去？可得是，啊，这么毛来有么比较大？对面是嘛？哎，我那边不买啥子啥都不能得了，没办了。OK，就是把门的啥给打过来。哎，给他们的。哎，这边。那我玩哪来吧？那还门你干什么了？好。我包一个好了，这是啥来个？我包干来了。我包干呀嘛。来小微，没得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啥还没？我就看到。啥了吧？哎，俺这里是啥没有那对吧？啊，是留啥吧？不听了了。哎，一跑的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不弄哎。嗯。哎，底下的都了，底下的都了的。都不约了，这不约苦了呢？哎，都不约了。对呀。对来给来了哈。要么要不不讨厌嘛？啊？嗯。今天我你妈啥的？你不要自己在那边弄。俺那就在把那边，俺就不快了。我们就没啥区别，那么去咯。开了就够了。OK 嘛，嘛这老干弄路里你也着，路里别的进来呀。OK，开对面嘛了没？ OK， 哎，拜拜，拜这边我过去嘛。